书49章13节说：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阿们吗？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的欢乐，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将向耶和华歌唱。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来一起欢呼歌唱赞美你，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主，因为是能力及诸天。主，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要一同来赞美你的恩典，赞美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我们要来颂赞这位主，你经历他是怎样的主呢？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话，一起来宣告说：赞美上主，你们的上帝要永永远远颂赞他，他的名超乎一切颂赞和赞美，愿人人赞美他荣耀的名。感谢上帝哦，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你的吗？如果是你的，他是一切幸福的源头哦。诗人常常告诉我们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既然是一切幸福的源头，我们就要好好的思想，你最近在哪一个方面来经历他，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恩典，他的赐福，他的安慰，他的扶持。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开口同声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是唯一的上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赞美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主，你是造天造地是生命的主，主，你是赏赐一切美好的事物给你所创造的儿女们。主，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主，你是大而可畏的，你是天上的上帝。主啊，你是爱我们而且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主，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赞美你，将一切的颂赞都赞美你。谢谢主，因为你是超乎万民之上，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你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当我们开始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说出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有这样相信、这样领受吗？我相信这个礼拜，不论在线上还是现场，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经历主的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呢？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9章9到10节，我们一起说：你看见我们祖先在埃及受苦，你看见他们在红海呼救，你行神迹奇事，敌对埃及王，敌对他的官员和他国中的人民，因你知道他们压迫你的子民，你由此得了至今仍在的名声。你为你的子民把海分开，领他们在干地上走过去。你把追赶他们的人抛进深水里，好像把石头沉入怒海中。白天你用云柱引领他们，黑夜你用火柱照亮他们的路。我们现在在黑夜还是在白天呢？我们在
黑夜，我们的生命境况可能也在黑夜，但是我们看见神在过去，他带领摩西、以色列人民在黑夜、在白天，用火柱、云柱引领他们。在黑夜，我们经历神用火柱引领我们；在白天，我们经历神用云柱引领我们。我不知道什么是你这个礼拜要感恩的云柱跟火柱，我们就来开口感恩祷告吧，我们就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吧。我们经历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就在这里大声的来说出我们对他的感谢，说出我们真实经历的恩典。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够用的恩典，够用的恩典充满上宇宙。主啊，特别是在缺乏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神，你如何让我们供应我们，让我们足够有余，因为你是我们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必不缺乏。谢谢主过去的供应，现在的供应，包含近期未来的供应。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神赐福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谢谢主，使我们能够经历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看见我们在埃及受苦，你看见我们的生命需要拯救，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群组里面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身体的需要、心灵的需要、此刻的不安。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呼求，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呼救，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能够拯救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主啊，在过去在现在，你是那位在白天用云柱带领我们，在夜晚用火柱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黑暗，胜过一切的危险和挑战的主。所以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感恩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白白得来的，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因着你付上代价得来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当我们愿意来回转向你的时候，主啊，你那永不改变的爱，主你那不计较的爱，主啊，你那永远饶恕带领我们经历得胜的爱，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主，所以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你用你的爱深爱着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不论我现在在什么样的时刻，我都能够献上感恩，因为你用永恒不变的爱引领我的脚步，引领我们的脚步。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宣告你的医治要临到我们心里正在挂心的弟兄姐妹，不论他们是在身体上面有需要的，不论是他们现在在灵里面有需要的，在心情上面有需要的，主啊，我们要为他们来感恩，因为今天你的恩典要临到他们当中，你的医治要临到他们当中。主啊，那感恩的心要临到他们当中，使他们得着从你来那真实的医治跟平安。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离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
我与你爱隔绝。主，我再次到你跟前，焦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能洗我心里。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人算什么？你尽眷顾，你天家降生成世，流血舍身为将我赎回，永远归你所爱。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每当我们回转归向神，我们就再次要经历他的更新。我们要一起再用这一段话来宣告，因为当他们来敬拜、来认罪，像这位上主，他们就要经历从神来的复兴，从神来的苏醒。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月的24日，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进食，为他们的罪忧伤。他们已经跟所有的外族人隔离了。他们穿麻衣，撒尘土在头上，表示悲伤。然后站起来承认自己和祖先所犯的罪。有3个钟头之久，他们站着听上主他们上帝的法律。接着3个钟头，他们认罪并敬拜上主他们的上帝。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见尼西米在他们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站起来。站起来做什么？其实这非常不容易哦。我们
要拒绝那些谎言，拒绝那些让我们的心活在那愧疚里面。首先要做的是，要站起来承认自己和祖先所犯的罪。而且我们在这里站了，可能现在是20分钟，他们站了3个钟头。他们在那里听上帝的法律，然后3个钟头他们认罪并敬拜上主。我们不是要照着那个时候好像一模一样的去做，而是我们要看见其中的精神，就是站起来承认我们需要神，站起来承认在那些我们需要神的地方，在那些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的地方，在那些我们需要神来带领我们的地方，我们要转向我们的神。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来祷告，在这个礼拜是宣布和喜乐，宣布有一位能够赦免人的主来到我们生命当中。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喜乐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站起来，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不只是活在罪疚的里面，而是要活在被主饶恕跟释放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开口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需要，为我们的软弱，更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需要主的赦免。真的是神可以赦免，当我们愿意来认罪，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神他真的要赦免。但我们相信吗？所以我们要开口来祷告，我们要开口宣布，神已经掌权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能够从他来领受那救恩之乐。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没有任何的罪能够大过你，也没有任何的恶能够胜过你，因为你永远掌权。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如同这段经文这些信仰前辈所经历的，主，他们知道有一位乐于赦免人的罪的主，他们就起来承认，他们就站起来承认认罪，向主来悔改。主啊，不是因为我们好像要一直去犯罪，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胜过，但是主，你能够带领我们来胜过，你能够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谎言，你能够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软弱，你能够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悲伤，一切的黑暗，因为你就是光，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的光不仅是能够照亮我们的生命，更是能够照明我们的生命，指教我们那当行的路。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向你来悔改。主啊，我们常常觉得，主啊，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我们却不一定在其中行。主啊，我们要求主你带领我们，当我们来这里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线上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将我们自己以为那个没有办法被赦免，没有办法被饶恕，没有办法改变的黑暗，主啊，要交给你。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依靠你来经历主你的救恩。因为这个礼拜，主啊，也更是你再一次向世人来宣布，主啊，那真实使人心可以喜乐的救恩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当我们领受，当我们相信，当我们承认，我们愿意来改变的时候，主啊，今天你就要进入在我们的心中，就要让我们领受这救恩之乐，就要让我们在这喜乐当中，主啊，与主你来同行。主啊，我们也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用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
使我们继续的、持续的跟随着主你走在这真理的道路当中。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也在爱中用公义指教我们，又在公义用怜悯来保护帮助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将这段时间的祷告向你献上感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继续要来为国家来祷告。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诗篇47篇2节，我们一起来读。要敬畏至高的上主，他是大君王，统治全世界。我们接下来读但以理书5章21节，一起来。他从人群中被赶出去，不再有人的心志指向野兽。他跟野驴一起生活，像牛一样吃草，睡在野外，受露水侵湿。最后他承认至高的上帝有权掌管人的国度，有权把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是的，我们要来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求神来保护连续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来为几项事情来祷告，求主赐下智慧给总统和执政团队，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的执政团队，在各样的一个情况，现在疫情解封，边界也开放了，然后对岸中共不时的用武力及经济来威胁我们国家，让我们各样的局势，我们都能够求神帮助我们执政掌权的有正确的判断，辨别是非，而且要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二样，我们要陆续为解封，因为解封之后，我们在外交、内政、国防，还有经济、防疫、医疗各样的应变，是不是我们会有疫情会变得更严重，还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来保护我们这个国家，保护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也为着县市长的交接顺利，当选者能行公义、好怜悯、爱台湾，为人民谋福利。也为着我们台湾 MIT 产业被中国打压，甚至于我们知道最近有那个蛋凤梨酥，是不是？好，这个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站在这个公义的这个立场上面哈。好，接着下来是上主的平安代替人民心中的恐惧。好，我们一起邀请大家一起来同声来祷告。亲爱的主啊，真的是我们知道，真的是有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必不惧怕，因为你是那保护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现在被欺压，我们受到很多的压迫，但是主，我们知道，当你站在一个公义的立场的时候，主你就必要怜悯我们，要与我们同在，愿你掌管一切，你要赐给我们的总统官员、各级民意代表，主你要让他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谦卑在你的面前领受，我们要更用诚实的心来面对这个国家，来面对百姓，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主你要我们要有一个行动，也好怜悯的心在这个当中。主啊，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定义要来向你祷告，求你也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这块土地。愿你的旨意行在台湾，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国家是属于你的，在上掌权的总统、各级官员以及民意代表也是你所立的。就算是党政轮替，也求主使你的智慧充满在总统及各级官员以及民意代表的身上，使每一个政府的决策、制定的法令、执行的方法和技巧，为人民带来更多的公义和公平，因为你就是公义又公平的神。愿你的旨意行在政府的各部门，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渴慕那诚实从地而生、公义要从天而现的社会。你既应许将平安赐给你的百姓，我们要向你求这样的情况可以真实的在我们社会和国家中发生，就是属基督的公义、和平、喜乐和良善的社区和社会，可以在我们的周遭被建立起来，
愿你的圣灵大能天天充满在百姓的身上，好叫我们真实的行出你的话语。愿我们的社会没有嫉妒，没有纷争，没有争竞，没有伤害。愿我们的社会男女老少都能互相融合，贫富贵贱都能互相尊重，士农工商都能够互相合作，种族能互相包容，举国上下彼此相爱，彼此饶恕，相互帮助，互相体恤，风调雨顺，让福音广传。主，我们为着对岸不时的来侵犯我们，主，我们心里有勇敢，因为我们的勇敢从你而来，我们没有害怕，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主，你是行公义的神，主，你是赐平安的神。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把我们台湾交在主你的手里，这块土地，让我们台湾人的心为这块土地有一个负担，能够为这块土地台湾来祷告守望。愿主你的荣光赶逐一切的黑暗，让人人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主能够施行审判的真实，要揭露在这末世的世代中，我们人人要晓得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又愿主的真理在人的心中响起，让人晓得行在正确的路上，让这片土地得到平安。掌管国度权柄的主，我们深愿总统及各级官员及民意代表，无论信主与否，都要谦卑寻求全能者的帮助，承认自己的不足，一心祈求全能者指示当行的路。愿我们的国家领袖、政府首长都有尼希米的心志，能够体恤民情，为民请命。有所罗门王的聪明智慧，有能力治理百姓，有但以理艰辛依靠上帝的心，有勇敢有耐心解决难题。主啊，愿政府与百姓能够上下一心，和睦共处，彼此尊重，使经济稳定，人人安居乐业。但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的祈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信奉靠主的圣名。阿们。主啊，我们带着许多的罪恶，但是你仍然接纳我们，所以我们有勇气到你的面前来，要继续的求主将你的平安喜乐、你的慈爱恩典赐给我们。主，你告诉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为自己的国家恳求的时候，我们也要为国际来守望祷告。我们先来读神的话语。我要与他们立约，保证他们永享太平。我要让他们在那里发展，人口增多，并且要使我的圣殿永远屹立在他们的土地上。神这样子跟我们立约，再回去一次，他说要跟我们立约，他要跟我们立约，保证我们永享太平。他要让我们在那里可以发展，人口增多，并且要使他的圣殿永远屹立在我们的土地上。真的是恳求主，你的爱要施多在这些地方。我们为下面几件事情，国际上目前正在纷争扰扰的这个地区来祷告。第一，就是为乌克兰和俄国他们战争能够平息，普丁能够停止动用核武威胁，盼望促成和平。我们知道，在高纬度的这个时候是非常寒冷的。这个战争，乌俄的战争，已经让很多的百姓呢，生活陷入困境，没有石油，没有煤油，没有粮食，所以呢，从今年的2月到现在，已经将近10个月了。在这个不断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让普丁几乎想要动武了，所以恳求主，你来停止这一切，看到那些百姓的需要，让普丁能够放下这些东西。第二个，我们要为台海和南海、黄海这个区域的安全。我们知道，从黄海到南海，这个整个通过我们台湾的这个第一岛链呢，是维系着太平洋、亚洲和印度洋那边整个的区域的安全。尤其是这个区块，只要处理的不小心，真的就会引起了不可预测的
那种战况。所以恳求主，你也在这个岛链上面，能够让整个区域呢都能够有所安全。特别在刚才我们的祷告里面已经有讲过，中国已经把这个自由贸易呢，真的是毁坏了。我们知道，它已经把我们很多的农产品都已经禁止了。这样子的状况，我想是相害两全，两边都一样。所以恳求主，你也让中国、让对岸，他们真的能够停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特别地球在这个暖化、温室效应的过程当中，也引起很多的灾难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温室效应的结果呢，是这些很多的地区都已经开始发生的。以前不会这样子的，没有照那个时序在走的啊。现在呢，不到时候花就开了，不到时候那个农产品呢又枯死了。所以很多的事情已经超乎我们以前所能够想象的。所以我们为这些整个地球上面，上帝啊，你自己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地球，我们要为它来守望。请大家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的创造是何等美好，你的创造在这世上是要让我们来享用，而不是为了让这一切来争夺的。主啊，恳求你让我们来享用，那个侵略，我们带着我们的祈求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听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为自己的国家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为国际社会许许多多的纷扰，许许多多的不平，恳求主你帮助。主啊，你希望每一个人，你不放弃每一个人，你所创造的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宝贝。主，恳求你帮助在乌俄战争的那一块土地上面，让那边的基督徒他们能够恳切的祷告，持守他们的信仰，他们能够挺过这一切。特别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主啊，恳求你帮助他们，你让那些掌权者他们能够放下他们的野心，他们真正的考虑到在下面生活的这些百姓们，他们是何其的辛苦。主啊，求你的灵感动他们，让他们放下，愿意放下，不再又有野心。主，我们也恳求你帮助台湾，在这个岛链的中央，我们是何其的有幸，但是也何其的不幸。我们深知道这个重要的点是每一方都在聚焦在这里，希望争夺的地方。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只希望主你的和平、你的平安喜乐能够降临在这四周围，不论是整个岛链上面所有的百姓，延伸出去每一个地区，他们都能够看到主你的荣光，主你的平安喜乐。主，我们也将整个地球人因为过度的使用、过度的滥用所带来的后果，那个不好的后果，主啊，求你让我们觉醒，我们真的愿意再一次从自己本身做起，不过度，不使用那些不应该过度来使用的东西。祈求主，你让我们也借着教育，能够在孩子的身上，让他们及早能够改变使用的观念。主啊，恳求你将这一切
乃是为了让你所创造的地区都能够更加的美好。主，我们将我们的希望带到你的面前，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子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为医护及防疫人员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读以下这2节经文。上主啊，求你使我们繁荣，我们一切的成就都出于你。因为人人行为正直，他们将永远安居乐业。上帝子民的家稳妥安全，无忧无虑。接着，我们要为了医护人员来祷告。因为边境的开放、变种病毒的影响，让医护人员他们的心也许有不平安。医护照护长期抗疫，他们的身心疲乏，让他们能重新得力。解封以后，与病毒共存的后疫情时代，防疫新生活也求主来保守。我们也为了医疗资源以及人力的长期短缺，以及释放他们内在压力与恐惧，求主来怜悯。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上帝，我们知道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呼求必得帮助。谢谢你在这漫长的疫情期间保守台湾这一片土地，因为有医护人员尽心尽力无私的付出，才能使疫情不致蔓延。现在因着边境的解封，或许会有更多不确定的因素，或许会带入更多的变种病毒到我们的国家。但我们深信有阿爸天父的保守，这疫情将不致再扩散蔓延。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因为有你的慈爱恩典眷顾，而得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主的子民将永远安居乐业，上帝子民的家必稳妥安全。主啊，我们的医护人员因为长期的防疫工作，他们的心变得软弱，他们的身体疲累不堪，他们的家庭生活受到莫大的影响。因为担心染疫的风险，种种不确定的因素，或许使这一些防疫前线的医护人员觉得无助。求主，你用慈爱的双手来包围他们，使他们在软弱中得刚强，在无助中得信心，在疲惫中有主的恩典与他们同在，加添他们的力量，保守他们身心灵得平安，能一无所惧。主啊，在这近3年的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工作负荷超乎我们所想，因为医护人员的不足，他们必须日以继夜的工作，因为医疗资源的短缺，而使得防疫工作更加艰辛。求主怜悯，让更多有医护专业知识的人愿意投入防疫的工作，来分担防疫人员的辛劳，让医疗资源能充足，让这后疫情时代有主的慈爱同在，让我们能从基督的十字架上看见得胜的盼望。因为我们深信主你是大有慈爱的主，是垂耳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只要全然相信交托，主必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必赐下平安，与这一些医护人员同在。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们继续祷告，为生活经济受创创人民与商家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共读神的话语，罗马书8章28节。我们知道上帝是万事互相效力，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我对你的慈爱永不动摇，我平安也永不改变。爱你的上主这样宣布了。那我们继续来为这几件事来代祷，为生活经济受冲击的人民与商家祷告。后的疫情及世界经济危机变化下，领受从神来的眼光、智慧、平安、信心与勇气，面对的困境，有能力重整一切，恢复失去的工作、财务、关系、物质和盼望。我们同心合意来代祷，为这几件事来代祷。主啊，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困境，你知道我们目前的困境，商家在疫情上，世界经济危机变化下，全球的产业大量企业采取减薪、无薪假、裁员等等，百姓的软弱无法胜过。主啊，按照你的荣耀供应他们一切所需所用的，却使他们当前的陷入财务危机。主啊，相信你的荣耀作为不会让他们缺乏，帮助他们在你里面获得平安与信心。相信你帮助他们突破遭遇这个困境的时候，财务难处。主啊，满足他们所需所求，帮助他们脱离债务的苦海，让他们有经济能力去祝福他人。求你清掉他们的心中的忧虑，让他们勇敢地站立，认识你是无所不能的主，相信你对他们的带领是美好的，叫他们满有平安喜乐在主里面。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你的前面，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分。主啊，我们将恳求祷告的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接着要为肢体身心灵健康祷告。我们来念但以理书10章19节，他说：“不要害怕，上帝非常喜爱你，你平安无事，要坚强。”他说完这话，我觉得更有力了。我说：“我主啊，你使我的力气恢复了，请把你要说的话告诉我吧。”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来为肢体身心灵健康祷告，为肢体领受上帝医治的大能，家人互相扶持，彼此包容，圣灵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庭。那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祷告。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神的面前，特别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心灵来祷告。主啊，求你医治捆绑，特别是为着我们的律师长老，他在跌倒当中，在做这一切的治疗。主啊，奉你名，求你医治的大能与他同在，护卫着他。主啊，神
告。主啊，你是赐下平安的神，主啊，你是那医治的主，求你的医治真实的临到那些需要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求你的医治能够赐下平安在这些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求你赐下力量，让我们能够在生病的就是不舒服的状况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坚固我们的信仰，能够信靠你，能够依靠你来度过。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上帝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上帝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来为教会来祷告。教会是上帝在这个地上的代言人哦，是上帝要透过教会赐福在这个世上的还未得的之民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为教会来祷告。我们先来看2段的经文。第一段在尼希米记10章39节，我们一起来宣告上帝的话说：以色列人民和利未人又把献的五谷、酒、橄榄油带到存放圣殿器皿的仓库，就是值班的祭司们圣殿守卫和圣殿歌手们住的地方。我们绝不会不顾我们上帝的圣殿。你们将欢欢喜喜地离开巴比伦，平平安安地归回故乡。大山小山要高声歌唱，树木要拍手欢呼。我们要透过教会在这世上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然后祝福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谁是教会？弟兄姐妹就是教会。所以我们需要灵命更新，重新合一，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当人看到我们合一，彼此相爱，就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也感谢上帝，让我们在33号2楼的新堂取得执照使用的执照，还有免税的证明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让这个殿大过先前的荣耀，也让这个殿能够成为很多年轻人、孩子一同聚集的地方。我们特别是为了明年新堂未来的宣教，不管是这儿童的这个亲子礼拜，或者是年轻人的这些事工，愿神来帮助，让每一个年轻人经过在楼上补习的，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圣灵的感动。我们也特别为了明年的事工的计划，让我们真的是领受经历神的丰富的恩典经历丰盛主恩的这样的一个滋味。我们也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新选出来的这些的长职，还有这些我们的理监事特别是我们在规划这些各部门的预算的当中，我们恳求神让我们很精准的来做这些的预算，然后这些预算能够很实际的落实。我们接下来在面对圣诞节的一些的福音关怀见证，我们有各牧区我们特别是一直到明年的小年夜我们透过这些的福音的关怀见证，我们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教会，为着这些长职的牧者团队，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祈求，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神赐福，你是掌管万有的。哈利路亚，主，你是赐下属灵的生命，你也赐下圣灵，要督着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口称耶稣是主。主啊，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不能够称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新的会堂让我们能够目标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些年轻人，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
在这个地方掌权，在这个大楼掌权。愿你来伸束福，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不管是人事物，我们所编列的预算，主啊，都是按照您的心意来执行。主，我们恳求你兴起这些的新的领袖，能够成为神你所重用的器皿，在这个世代成为你这个福音的出口你赐福的管道。亲爱的天父上帝，赐给我们你的圣灵，让我们用心灵跟真理跟诚实来敬拜你。主啊，叫真理使你的教会得着自由，叫真理想起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你所教训教导我们的，我们都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认识你，教导他们遵守神的诫命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新的会堂，就是为了要赢得年轻人，赢得这些儿童。在未来的世代，你要兴起这些的领袖起来，兴起年轻的领袖，兴起儿童的领袖。主啊，我们要得着那个大楼，得着这些年轻人，得着更多的家长跟这些的孩子。主，我们恳求你伸赐福，兴起这些被新选出来的这些的长职团队。主啊，真的是赐给他们属天的智慧、聪明跟能力。主，我们运用你的权柄，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因为你将掌管万有的权柄赏赐给你的教会。谢谢主，让我们使用出你给的能力，能够赢得灵魂。主啊，让我们所做的这些的事工，就是为了荣耀主你的圣名，为了使我们的这些未得之民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同得福音的救恩。谢谢主，让你的教会更有能力向这世代来见证神你的同在，跟你的荣耀，跟你的丰富。谢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所以我们更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因为当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好像是那个守望者只要那个箭射向守望者，那个城没有了守望者，这个城就陷入非常危险，就陷入一个有破口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来读耶利米书33章2到3节，我们一起说：那为使大地成形，固定大地位置，称作上主的创造主对我说，他说：你呼求我，我就回答。我要把你所不知道那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当我们有一个意向，当我们要迎接这属灵的复兴的时候，我们要求主来败坏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诡计，我们要求主兴起我们内心的火热，更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此时此刻，我要邀请大家，特别我们在现场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心里面那个真正的担心跟需要，我们心里面真正的恐惧跟害怕，我们要为我们心里面那个好像对神相信却又很挣扎的事情来祷告。神要我们的生命是定义被他来兴起的，恳求主来带领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求主给我们一个心志，是让我们心里有从他来真实的平安。就在你觉得很挣扎的事上，你要经历神的平安；就在你觉得很恐惧的事上，你要经历神的平安；就在你充满疑惑的事上，你要经历神的平安。我们要开口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要被兴起成为守望者。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一起开口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是全能的主，赞美你是掌管万有的，赞美你是启示人能够明白你心意。主啊，赐下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为这个世代来守望，来祷告。主，我们相信你在启示
这当中，让我们知道如何为这城市、为这地区的百姓来守望、来祷告，让我们有先知先觉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施恩祝福，让你的教会向着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你说你要向属灵的人来说出那伟大奥秘的事。主啊，因为你应许那属灵的人要能够参透万事。主啊，你说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要回答我们，你要把我们所不知道那伟大奥秘的事情告诉我们。你更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在这些事情之前，你已经定义你所创造的我们是美好的，你所创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的身份，是有你儿女的权柄，也在主你的带领当中。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为我们自己祷告，为国家祷告，为这个环境祷告，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主啊，你那说不出叹息的祷告也正在为我们的生命祷告。主啊，你让我们的生命是败坏撒旦的诡计，让我们的生命在每一次的祷告中，我们知道主啊，你正在向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挣扎跟摇动在说话，你正在向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恐惧跟彷徨在说话，你正在向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比较跟控告在说话。主啊，你的权柄掌权在其中，你让我们的生命是完全降服在主你的主权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是要来迎接属灵的复兴，是要来晓得你的奥秘，是要来活出主你的荣耀。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每一次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宣告主你的平安临到，宣告主你的喜乐临到，宣告主你让我们带着从你来的力量回到我们去到的地方，回到我们的家，回到我们所在的地方。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来守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来欢呼，来赞美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欢喜，遍地快乐，沿海和其中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遍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的快乐。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将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天欢喜，遍地快乐，沿海和其中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遍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的快乐。来欢呼，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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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来欢呼赞美，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谢谢你，让我们一同聚集，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为要得着你的连续，为要得着你的同在，为要得着你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要赐给敬畏你的人。谢谢主，让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就经历到主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主，愿你来悦纳我们的赞美，愿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将你的平安喜乐应许归给敬畏你、渴慕你的弟兄姐妹。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名。Amen。将一切荣耀再一次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愿上帝与你同在，赐给你平安。弟兄姐妹，请坐。